后个月18号候选人登记了后，慰安嘛正式来展开。到时阵会有300外的特勤投入慰安。韩国瑜16号伫台南造势，差一点互这个鸡卵啃到。国安局长这个邱国正讲，反对无理性的动作，会把这个事件当作是案例，加强来演练。19暗时，高雄市长韩国瑜向支持者下手，画面中有看到有物件为天顶落落来，有抗议民众伫啃鸡卵。我们很反对这种不理性动作，有的经验跟最近发生状况，把给兜拢，会变成案例。然后我们训练的话是朝这一方面，只要有可能的，我们就一定做个演练。就偏偏像这款情形，佫发生，随行人员将这风炭公事包举悬悬，特勤人员早就开始训练啊，等到11月18开始保护正式的总统候选人。我们总共一个组啊，好像有55位嘛，这人员训练大概有300多人嘛，才训练。假如到时候预估，假如超过5组，6组都还能支应。原本上线，什么危险拢有可能发生。佮听讲，特勤人员若是愿意动枪指，国安局将会颁500万的奖金。有这个奖金的发放，但他不讲挡了子弹就500万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它是涵盖在里边。假如因此而受伤了我们会有个标准，会大家讨论以后，做个评鉴以后，会核发。国安局长邱国正赶紧讲清楚，就是无希望讲伫新总预算的期间，因为任何一点杂音、疏忽，预算被冻结，电到影响到国安局维安的能耐。